去瘀除污。彼得前書1章15到16節。本篇出自放何牧師1994年出版靈修作品集第2冊，入廠維修。早幾日，因為屋企裏邊洗手間嗰個水盆去水好慢，我太太就倒咗啲藥劑喺裏邊，希望可以去瘀除污。但估唔到呢啲藥劑一啲用都冇，個去水位依然淤塞。我就攞咗工具箱嚟，將個去水位下部打開，又將上面嗰度除開去，將水喉裏邊淤塞咗嘅毛髮污穢一一拉咗出嚟。哇！真係奇臭無比。當呢一切嘅污穢都除去咗之後，水盆當中嘅水就一下流得一乾二淨。水喉當中嘅污穢就好比我哋生命當中嘅罪行或者係缺點。每一兩次嘅罪行或者係缺點，不見得會有啲好顯著嘅不妥，就好似些少嘅毛髮勾掛喺個水管裏邊，唔會即刻使嗰個去水速度有好顯著減慢一樣。然而久而久之嘅罪過同埋錯行呢，就會淤塞我哋嘅生命，使我哋冇辦法使嗰個原本可以使人清潔嘅水流走一樣。試諗下，有幾多嘅悲劇同埋不幸都係源自一點點而嚟嘅。例如兩個人因為小事而嗌交，都係因為嗰少少嘅怒氣而犯上殺人嘅大罪都有可能。夫婦之間少少嘅不和，可能搞到日後變成黐離之痛。父母或者兒女彼此之間因為少少嘅唔尊重，就可能導致日後反面唔相認咁樣嘅地步。又或者係朋友之間一啲少少嘅白眼相待，就往往使好友變成咗仇家。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就會因為呢啲咁樣嘅小錯而衍生出大罪嚟。但係冇諗過，若果神都對我哋嘅容忍度好似我哋平日待人處事嘅量度嘅話，咁又會變成點樣呢？保羅講得好好，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，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，使榮耀歸於上帝。出自羅馬書15章7節。彼得喺度面對住一班身體受逼迫、心靈受煎熬嘅信徒嘅時候，佢係勸勉佢哋話要作順命的兒女，唔好俾自己揾藉口，以為自己既然受到咁多嘅痛苦，就算有少少行差踏錯都情有可原。因為嗰個召我哋嘅既係一位聖潔無瑕無疵嘅主，我哋又稱呢一位不偏待人，而且係按住個人行為審判人嘅主為父嘅話呢，就理應要存敬畏嘅心去度過我哋在世寄居嘅日子。當我哋將生命當中嘅污穢淤塞徹底清理，先至可以喺靈命生活裏邊真正咁樣得到與神暢通嘅交流。藥劑救水喉係唔得嘅。嗰個係治標嘅方法，我哋一定要從個根底做起，先至可以收到治本嘅效果。然而就好似我要花時間用工具嚟去喐手做工一樣，我哋係要付出一定嘅代價，先至可以將我哋嗰啲劣品敗德一一咁樣除去。望住水龍頭流出嚟嘅水，好快就從嗰個去水口嗰度流到無影無蹤嘅時候，我心裏面就喺度諗緊。若果我唔打開個水喉嚟去瘀除污嘅話，係咪有朝一日洗手盆裏邊嘅水就流唔晒呢？你嘅答案又係點樣嘅呢？